先过了解，再过来关心这个国民党的相关消息。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进入第5天，算是最后的关键的阶段。参选人朱立伦早起接受亲历的电台专访，互人质疑讲是咧抢绿营的选票。不过朱立伦是强调讲因老母的家族是反绿的，对伊来讲无抢选票这回事。针对郭台铭加这个韩国瑜话讲，算大的拜托你，爱韩国瑜放弃。朱立伦讲，拜托的对象应该是人民，不过伊无认为讲郭台铭会伫初选以后脱党参选。来到亲历的电台接受专访，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朱立伦被质疑是来争取绿营的选票。我不用抢，我平常我出生的家里面，我妈妈那边不是本来就是绿营的嘛？那本来台湾就没有什么分蓝绿，那更何况我当这个县市长的时候，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也有绿营的。国民党初选民调进入第5天，另外一位参选人郭台铭，伊嘛讲等到15民调结果公布了后，才开始思考下一步被解脱，可能暗示脱党参选。我相信国董不会，民调的最后3天，不用拜托哪一位大哥拜托民众多接电话，多支持就好。呼吁国民党伫初选后一定要团结。朱立伦嘛讲，美方从来拢无认为伊无适合做总统，颠倒对韩国瑜甲郭台铭有议论。亲中卖台无可能，我坚持拢是坚持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朱立伦当然唔是讲北京一定会上爱的迄个对象，但是伊会当接受美国甲我我相信这个交往的当中应该有建立这个信心啦就是讲朱立伦一定会当稳定台湾甲美国、台湾甲中国大陆的关系。伫党内初选民调最后几天，若是打出美国牌，嘛用台语接受专访，朱立伦想要伫最后关头努力向前冲。